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那我们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用这首很耳熟能详的歌，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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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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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好，这首歌非常短哦。然后这首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因为我们在教会呢，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那这首歌是一般来说是这样唱，可是我们迦南有迦南版的，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有听过的举手。我都没有听过。好，那今天就教大家喽。等一下呢，我会唱主旋律，然后后面呢会唱和声的部分。那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把迦南教会版的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学会哦。好，那我们一起从头再开始再唱一次。在耶稣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好，换姊妹唱主旋律，男生来唱和声。在耶稣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好，有没有听出有哪里不一样？就在那个和声的不一样嘛，和声不一样，就是唱和声那个人就是要唱后面那几个字，然后重点是第三句要升 key 哦，在耶稣里。然后还有要唱准，知道吗？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就来练习一次。那等一下男生唱主旋律，女生唱和声哦 ，OK 吗？我们来看谁唱的比较大声。好，再从头来唱一次。在耶稣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升 key， 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就一起喽！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好，我们换男生和声，女生来唱主旋律。在耶稣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好，换男生来唱主旋律。在耶稣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换女生来唱主旋律，男生来和声。在耶稣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好，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我们一起来唱主旋律。耶
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再一次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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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哈利路亚！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家里顾好的时候，主耶稣，你的荣耀就降临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你荣耀已经降临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宣告，一起来赞美他，一起用哈利路亚来宣告。这里就有他的荣耀，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再次宣告，哈利路亚，你的荣耀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因路中水永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末后的，你是起初的末后的，现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现在今在永在的君王，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因路中水永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末后的，现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高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现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末后的，起初的末后的，现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
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诚信，喜在今在永在的居。我再次你是起初的幕后的，你是起初的幕后的，喜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哈利路亚！公义的日头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诚信，喜在今在是喜在今在，喜在今在再次大声宣告，喜在今在，喜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最大的掌声献给那喜在今在永在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神，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过去那几周就是不断的教导我们要如何照顾好自己的家，要如何照顾好这教会的家，也如何要照顾天上的家。感谢你，就是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家人，成为那感情如此紧密的互相帮扶的一家人。耶稣，这都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才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彼此相爱，如何去爱弟兄，如何去爱那不可爱的。谢谢耶稣，感谢你，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祈求，阿们。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再次勇敢去爱，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心，像耀眼的阳光，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爱让我们原谅，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成
上，爱让我们靠近，随时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再次，爱让我们原谅，让我们和好。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主啊，爱使我们痊愈，爱使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跨一步，更多靠近，更多艰难。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是的，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主耶稣，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哈利路亚。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谢谢主耶稣，神就是爱，爱就是神，爱就是上帝。谢谢主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知道何为爱，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阿嘎佩的爱，让我们不是求自己的益处，而是求别人的益处，让我们不是只有爱自己，而是能够爱人如己。求主教导我们爱人的功课，特别在今年暑假开始的第一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预备学习，成为上帝所使用爱的器皿。愿上帝的爱浇灌临到我们当中，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让我们在今年的暑假当中，看见神你要在我们当中做新的事，做奇妙的事，做伟大的事。奉主耶稣的名来宣告，上帝要使我们每一个人。我要邀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声开口，为你自己祷告，求上帝说：上帝，愿你的爱浇灌充满我，让我能够成为爱的器皿。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来宣告，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论年纪大小，我们都要成为耶稣基督爱的器皿，让你的爱来浇灌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是上帝的爱充满在我们心中，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被神所使用。主啊，在今年的暑假当中，每一天教导我们爱的功课，学习爱的语言，让我们有爱的见证，来见证上帝的荣耀。主啊，让我们能够爱人如己，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上帝。主啊，求自己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求众人的益处。哈利路亚！主啊，谢谢赞美主。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好，我们现在就来做暑假第一个爱人的功课，牵起你旁边的手，好，牵起他的手来，为他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祝福他。好 ，with your neighbor's hands and pray for your neighbor and bless him, bless her. May God's glory on him, on her. 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你左右两边的人，为他来祝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宣告，祝福我们的旁边的弟兄，祝福在我们牵手的这位姐妹。主啊，愿上帝的爱充满临到她。主啊，把你的爱浇灌下来，更多的浇灌下来。主啊，教导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爱。主啊，不是我们自己的爱，是神的爱。主啊，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情。主啊，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啊，我们要先求别人的益处。主啊，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再次在主你的爱当中被你所充满。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上帝的爱要大大的充满你。上帝的爱要大大的充满你，请坐。我们今天要来读继续希伯来书的信息。上个礼拜六我们去到了南坎教会，享受非常有个 echo 可以帮我消掉一下吗？享受非常美好的敬拜好，南坎教会弟兄姐妹也看到在上帝在桃园各个地方复兴年轻人，让年轻人呢能够被上帝所使用。而上个礼拜开始呢，牧师就透过希伯来书来分享卓越的信息。好，跟你的旁边说，我们要更卓越。好，然后跟他说 better and better。好，你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卓越的人。所以上礼拜我们学习的功课就是要在安息上面来卓越。安息在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有一种是进入迦南地的安息。就是他们必须要跋山涉水，然后呢能够回到上帝的家，流奶与蜜之地。进去之后，他们就可以在那边好好的敬拜。
第二种安息呢，是在安息日的安息，就是上帝所设定礼拜五的晚上太阳下山到礼拜六太阳下山之前，在这一天当中要记得创世纪，上帝用6天的创造，第7天的安息。第三种安息叫做今日的安息，这个今日的安息就是你只要每一次领受上帝的话，就可以得到安息 ，rest in peace。好，就是 RIP 啊，好 RIP 好，但是呢，这个 RIP 不是盖一条白布的 RIP， 是你真的领受上帝的话，你的心里面得到安息。好，所以这3个安息我们很快来复习。第一个叫做迦南地的安息，请说一次。第二个是安息日的安息，安息日的安息。第3个叫做什么呢？今日的安息，今日的安息。而最重要的是，这今日的安息，我们不用等到礼拜六、礼拜天才能够安息，从礼拜一、礼拜二 ，every day 每一天都能够好好享受上帝的安息。而今天好要透过希伯来书来分享第2个信息，就是我们要在行善，好 doing good， 好 good work， 我们要做好事，在这个上面要 better and better。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的10章19节到25节，请。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23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25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大家放暑假了没有？好，应该是放暑假了。好，暑假当中什么事情最重要？睡到饱，睡到自然醒哦。因为你们真的很辛苦，从过完年之后呢，就开始每一天的上课，每一天周一到周六，好，甚至连礼拜天要补习，好，然后呢要日就是一大早就要出去，很晚才回来。好，当然放假呢，就是要好好的给他睡个饱。好，但是呢，这样睡到饱之后，会不会真的得到休息？有时候越睡会越累啊！跟你旁边的人说，越睡会越累。好，因为你让你的身体习惯了，好啊，就是要好好的休息，习惯了这样的步调。但是呢，如果你让自己的身体呢，好维持在一个频率，好，就是不要太过的放纵放松的时候，你的身体是调整在一个最佳状态。你只要一点点的休息，你就能够马上好像充电一样，像是那个手机的快充一样。所以呢，在暑假当中，好，每一个大概至少有2个月，60天到61天的暑假。如果你是大学生呢，2个半月起跳的暑假就是75天。这有的人已经开始放暑假，放2个礼拜啊，放半个月去了。好，甚至有的是3个月，90天的暑假。这么长的暑假当中，你要做什么事情呢？好，那刚刚好在祷告当中，好就有一个意念，我觉得暑假呢，就是我们年轻人好生命得到眺望的时候啊。所以跟旁边说，今年的暑假就是你的生命得到眺望的时刻。今年的暑假就是你的生命要得到眺望的时刻啊！好，这是牧师在迦南教会担任青年牧师，好屡试不爽的经历啊！好，每一年暑假呢过后，暑假结束之后，你就会看到有一批年轻人，哇，他们好像就是被上帝的火点燃一样。好，他们对教会呢是更加的热情，对聚会呢是更加的积极。好，而且他们对爱人这件功课上面呢，好是更加的投入。好，但是呢，随着开学之后，又开始上课啊、上班啊，好开始工作啊，好这个又会渐渐的消下来，又要再等到什么时候呢？寒假，好，寒假太快了，大家都要忙着过年、打麻将、好领压岁钱。通常又要再等到明年的暑假，好，这个 cycle 就是这样子，好，又要再等1年。
所以不是在复活节，不是在圣诞节，而是在暑假。所以今天是6月30号，明天才是7月第一天哦。好，但是呢，对不起，今天是6月29号。好，因为这个周报看到是6月30，好，今天是29号，所以我们还没有进入7月，可是我们的暑假已经开始了。所以牧师要特别透过今天这个信息，在行善上面卓越，我们可以去透过安息，享受上帝的话语，你就能够好像进入到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享受那个跟上帝的亲近。而今天呢，上帝要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你可以透过行善，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你就能够重新得力啊。好，希伯来书它的主题就是 Jesus is better。我们说一次 ，Jesus is better。耶稣是更美的。好，有10件事情。好，在希伯来书有10件事情，而这10件事情呢，希伯来书反映耶稣他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一个priest， 好，就是祭司的身份啊。好，所以祭司他是什么呢？好，祭司我把它浓缩成一句话，就是以行善来荣神并益人啊。好，请说一次，祭司以行善来荣神并益人。这里讲到3件事情，行善。好，希伯来书第5章第1节说，每个大祭司都是民间选出来，被指定替人民侍奉上帝。这个侍奉上帝就是做上帝看为好的事情，就是行善。所以祭司呢，他在哪边会做上帝看为好的事情呢？就是在圣殿、在会幕、在祭坛的前面，就是在教会。所以第一个你要行善，就是你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啊，你不是只有来聚会，你不是只有来成为一个消费者，你要在教会里面来服侍。好，所以在过去这几天当中，好，我们透过青年牧区好来发动暑期的打工啊。好，那很多的年轻人好，他们已经开始在教会不是只有服侍，而且还打工，来教会工作，帮教会做事情，还有钱可以拿，好不好？好啊，这个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又可以服侍，又可以有做好事情，然后还有钱。但是你拿到钱之后要做什么？你拿到打工的薪水之后要做什么？吃大餐。还没有更好的答案。拿到薪水之后还可以做什么？奉献。谁说的？伯承说的，是不是？不是，那谁说？刚才谁说的？给掌声鼓励一下。奉献 offering， 好，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行善哦。所以你不要小看你的奉献，好，哪是奉献一个小小的心意，50块、30块，好，现在大概你们零用钱都不是30块啊，也不是50块起跳了，好，大概都是100、200、500，好，可能更多。但是呢，你能够用金钱来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这也是一个行善啊。而来荣耀上帝，在希伯来书第6章第10节，上帝是公道的，他不会忘记你们为他所做的工作和爱心哦。为他所做的，就是为上帝所做的。所以这一切的行善，就是为了要来荣耀上帝。所以我们的奉献也是为了什么？荣耀上帝。好，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跟你旁边人说，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要荣耀上帝。如果你是巴菲特，你是郭台铭，好，你是这个亿万的富豪，你用奉献500块能够荣耀上帝吗？好，那要奉献多少？可能要奉献500万，好，可能要奉献更多。为什么他们能够赚这么多的钱？是因为他们懂得圣经的真理啊，多种的就多收，少种的就少收。一个人为什么他能够赚钱，能够成功？因为他要用钱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把今天这个信息好好的领受、消化、听进去，你会知道赚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你要知道，赚钱不是只有赚刚好就好，你要必须赚更多的钱。好，跟你旁边人说，你要以后将来要赚更多的钱，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再对他说，要更荣耀神，要更荣耀的神。所以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当你在做善、行善 （doing good） 这件事情上面呢，你是为了上帝，你就知道金钱是很重要的，
奉献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要能够有钱才能够做善功。德蕾莎修女有没有听过？可能你们今天忘记这个人。德蕾莎修女是很穷还是很有钱？应该是很穷嘛，因为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他们3个诫命，其中一个就是要保持他们的 poor， 就是要守贫，不能够有钱。可是他们不是真的口袋没钱，他们的钱呢，他们要管理的是很多的钱。所以德蕾莎修女她的基金会，她管理的钱是几千亿啊，不，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几千亿几亿的台币，几十亿的台币，她要管理的很多的钱。如果她对账目都不清楚，她对这些钱的数字都没有概念，她没有那个募款的能力，她有没有办法去照顾印度那么多的孤儿？印度有10几亿人，那时候至少也有7、8亿人。他有办法去照顾那么多的穷人吗？因为他知道钱很重要，为了就是要来荣耀神。第3个就是要义人，所以希伯来书7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给人家祝福的比那受祝福的人大，这是无可怀疑的。你们好像没有吃晚餐了，再说一次：给人家祝福的比那受祝福人的人大，这是无可怀疑的。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上帝所重用的人，你就要先去祝福别人，你不要只有说我要来等待别人来祝福我，我要来教会领米，我要来教会领酱油，我要来教会领打工的钱，我要来教会领补助，我要来去领政府的救济金，我要来申请中低收入户，我要申请一个贫穷好，然后呢我就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不是只有在台湾，在美国，在很多的地方，穷人为什么一直这样的贫穷下去？就是因为他只想要拿，只想要 taken， 他只想要 receive， 可是他不想要付出，他不想要去给人，他不想要自己去做，他不想要去 doing job， 他不想要去做工作，以至于他的心态就像是放暑假的第一天，我就是要睡到自然醒，我就是要过一个废人耍废的生活，以至于他的人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断的循环再循环。所以今天的信息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成为一个行善的人。好，再对你旁边人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行善的人。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的故事，好，时间的关系，牧师没有办法在这边提到，但是呢，每一个故事都在让我们学习看见圣经所记载的都是一个好的人、好的故事、好的见证。哪怕你就像是一个祭司，他就是在教会点灯。你有在这个礼拜堂关过灯的人，请举手一下。关过灯的，好，举高，好，谢谢，请放下。好，你就像是一个祭司啊，他是不是要点灯、关灯？如果你有在这个教会当中服侍，哪怕只是开关一个开关，捡起一个垃圾，这都是在训练我们行善的功课。或是像祭司祷告，为别人祷告，跟上帝祷告，或是你看到上面那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那些祭司或是利未人，他们本来应该是要行善，可是他却看到一个人被打得半休息，什么叫做半休息？就是快要没命了。结果呢，他说不行，我要赶快去教会开灯，我要赶快去教会排椅子，我现在没有时间理你。你觉得上帝他看重的是哪一个部分呢？我们如何在行善上面更卓越？好，今天牧师透过希伯来书8章、9章、10章，好，我们很快速的来看，怎么样透过行善，而你能够开始找到行善的动力，你就能够找到行善的理由操练，而有一天你会知道，上帝会把更多的资源放在你的身上。可能你现在上帝给你的是1000。但是上帝看到你做得很棒，上帝就给你多少？2000。上帝给你2000，你做得很棒，上帝会给你多少？上帝会给你5000哦。所以上帝的数字，他的是无法去限制的。刚开始可能你只拿到1000，但是你做得好，上帝就直接给你 double。你做得很好，上帝不给你 double， 再加上去，再抽成。所以在上帝的数学，在天国当中，那个投资报酬率，是复利的，是连利息都算进去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
我们要在行善上卓越，就必须要从最小到最大全都认识神。好，我们说一次，从最小到最大全都认识神。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读8章11节，他们无需教导自己的乡邻，或告诉自己的同胞说，你们该认识上帝，因为从最小到最大他们全都认识我。行善的标准就是为了让对方能够认识上帝。再说一次，行善标准就是为了让对方可以怎么样？认识上帝。在2个礼拜后，我们就要开始阿嘎佩的夏令营。现在有几个学生报名？营长今天有来吗？几个学生报名？未知数63个学生报名。这63个学生呢，他们算是很小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在5天当中，从礼拜1到礼拜5，不是只有让他们看投影片，不是只有让他们操作这些的游戏，而是透过他们来到教会，在这边的每一个时刻，哪怕连睡午觉，可不可以有机会认识上帝？或许有可能，他睡个午觉起来啊，老师，刚才我梦见上帝了，好，刚才我梦见耶稣了，有可能。而从最小到最大都要认识神，就是认识上帝啊。在马太福音当中呢，有一群祭司，这群祭司呢，最大的叫做这个 chief 或是 high priest， 就是这个大祭司啊。这个大祭司有多大呢？他就像是天主教的教皇、教宗一样，就只有 only one， 只有这一个人。所以这个大祭司呢，他带头找了这一群的祭司们在那边开会。他们不是要开会筹备夏令营，他们在开会筹备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要怎么样去杀掉耶稣哦？你能够想象哪一天我们在迦南教会牧师跟长老在教会501教室开会，然后想办法要去杀掉某个人吗？这是非常很难想象的事情，可是却被圣经记载下来。这个信仰的最高的代表人物，他的头脑里面是在想说要怎么样去杀害耶稣。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在于他没有认识神。这一群人在圣经叫做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是忙着在服侍，开灯关灯，开灯关灯。好，每天早上张开眼睛，他们不用出去上班，他们不用出去工作赚钱，他们就有钱可以赚，就有饭可以吃。为什么？这是摩西的规定，全部的11个支派都要工作，只有利未支派不用工作。11个支派要把他们所有工作的收入1/10全部给利未支派。利未支派收到很多11份哦，他们收到11份。其中要再把1/10，就是1.1份，全部给这些的祭司，所以他们拿到非常多的物资和资源。他们的衣服都是最漂亮的，好，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衣服都是最干净的，好，然后他们讲究都是最好的材质和材料。可是呢，他们以为他们过很神圣圣洁的生活，其实他们内心，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心里面装的都是邪恶的思想，都是在比较东比较西，甚至看谁不顺眼。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在跟法利赛人在吵架，因为不认识神，他们越走越偏，偏到一个程度，把上帝派来的儿子竟然要想办法杀死他。可是呢，在使徒行传之后，当耶稣被杀死、复活、升天之后，使徒行传开始之后，在使徒行传的第6章第6节到第7节，为什么我要放英文？因为我们这边有夏威夷的朋友们，所以我就不用再跟他们解释了，你就可以少听一些牧师的破英文，他们就自己看就好。我可以用中文跟你们解释，使徒行传第6章发生一件圣经耶稣时代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许多刚才这一群的祭司，穿这样衣服的人，在第6章第6节到第7节，连祭司他们都信从这个道，连祭司都跑来教会信耶稣受洗。What happened？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祭司他们在圣殿里面工作的好好的，为什么他们跑来迦南教会做礼拜？他们在圣殿里面还有事情做，还要继续开灯关灯开灯关灯。为什么他们要来参加迦南教会的周六礼拜？因为就关键在于第6章。第6章的一开始就是有一群的寡妇，他们不会讲希伯来话，他们都讲希腊话，就好像因听无台语啦，因拢讲北京语啊，都在讲中文啊。所以啊，恁在吃肉粽，恁在吃排骨，什么是肉粽，他们都不知道，所以他们就来跟使徒们 complain， 为什么他们有肉粽啊，我们都不晓得有饭可以吃。使徒说：“我们没有时间好帮你们送便当，我们必须好要专心的祷告传福音。所以呢，这样子我们去选7个 deacon 执事来做这些行善的工作、慈善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去照顾这些的寡妇，就照顾到最后的结果，就在第6章第6、7节。这件事情让很多的祭司都看见了，祭司他们都被感动到。”哇！你们这一些信耶稣的人，比我们这些在犹太教敬拜上帝的人还要有热忱，还要有虔诚。你们到底你们的上帝是什么上帝？为什么比我们的上帝还能够有这样的动力？自己都不够了，还愿意去帮助人，而且还去分享。所以很多的祭司就这样来到了教会，因为他们让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为了荣耀上帝而认识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9章我们如何在行善上卓越，就是要净化良心，除掉腐败行为。请大家说一次：净化良心，除掉腐败行为。上礼拜曹牧师在南崁教会的分享，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他讲到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在海线成长，然后呢就学习了很多问候别人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祖宗好5、6、7、8代。很多这些的脏东西、负面的思想、言语，不管是台语的、中文的、客家的、日文的，我的女儿，他们去美国学什么学最快？脏话，好，他们没有啊，他们去学这个西班牙文，好，他们学到第一句英文居然不是英文，学到第一句话是欧拉哈。欧拉是这个 Spanish 的西班牙文的你好，他们以为他们学到的英文就学了西班牙文了。可是呢，我们在不同的上帝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呢，我们有时候会去被玷污、被污染。有时候呢，我们洗得很干净的衣服，可是你出个门回来流汗之后，这个衣服就怎样？就臭掉。特别我们在夏天当中，我们一直换衣服，一直换衣服。我们也必须要净化我们的良心，除掉腐败的行为。我们来读第9章的第14节，请。那么基督的血能成就的，岂不是更多吗？借着那永恒的灵，他把自己当作完整的祭物献给上帝。他的血要洁化我们的良心，除掉我们腐败行为，使我们得以侍奉永活的上帝。我们能够净化良心，除掉这些腐败的行为，是因着耶稣的宝血。所以上礼拜曹牧师为什么他说他可能他怕他台语讲到的时候都会不小心脱口而出去问候台下会有长老们的这个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但是呢他也很努力的跟上帝祷告一件事情，就是让耶稣的宝血能够净化他的良心，净化他的嘴巴。污秽的话一句都不可说出口。当你说出来之后，我们就给魔鬼留地步好，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一句污秽的话，就是给魔鬼留地步；说一句污秽的话，就是给魔鬼留地步。牧师当然也有说过很多。说最多的时候呢，除了国中，小时候我们家都没有在说这种。可是呢，从国小很单纯，进了国中是男校，男女分校。我们是在男校的国中就读，大家那时候都剃3分头，比当兵还要短呢。所以呢，整天大家都在问候来问候去。刚开始很不习惯，但是呢，家里面也不能说。可是呢，我觉得我的爸爸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的阿嬷是住宜兰，就是我爸爸的妈妈。
他呢，好一天到晚都在问候人家的爸爸妈妈。好，我的阿嬷真的很会骂人，三字经各种的，一边炒菜一边骂。好，而且呢，我们每次去宜兰，我们还在前院，他在后面炒菜，好，都可以听到在前那个声音又高又尖。好，所以呢，我们都很害怕去到厨房。好，因为那个炒菜声音就很大声，可是他声音比炒菜还要大声啊。可是呢，从我出生到我现在，我的爸爸85岁啊，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我爸爸讲一句三字经哦，从来都没有。我的爸爸在那个环境当中成长，好，他有12个兄弟姐妹，好，他总共有12个兄弟姐妹，12个兄弟姐妹当中，好有9个，好几乎连大哥是基督徒的长老，他也都常常都是用了高分贝的在问候来问候去哦，好，全家人很会吵。可是我的爸爸呢，他却从来不会啊，好，却从来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他小时候他的国小的老师，好，是田中教会主日学的校长，就邀请他去田中教会参加主日学。去到教会的主日学呢，校长就告诉他们，好，要怎么样做一个好学生，行善，不要说污秽的话。所以他从小就被打了预防针，他都不去问候别的爸爸妈妈，好，以至于呢，好，虽然他在这个污泥当中成长，可是借着耶稣的宝血净化我们的良心，好，就洗净我们这些腐败的行为啊。刚才讲到耶稣是被谁害死的呢？就是这些的祭司长，他们开的公会，一起开会杀了耶稣。可是这些祭司长看到耶稣死了，有没有就放弃了？或是觉得事情就结束了？没有，他们呢，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到第5章，你可以看见这些祭司长还继续的追杀耶稣的学生，继续追杀这些的基督徒。好，特别是在5章17节啊，我来念。于是大祭司采取行动，他和他所有一起的人，就是撒都该派的人，满心记恨。圣经把这个大祭司的心理状态都留下来。他越看到耶稣虽然死了，复活了，甚至他还花钱请士兵说：“你们绝对不能够去说好耶稣他是复活，要说耶稣的身体是被人家偷走的，用钱去贿赂，好去放假信息哦。你看这个上帝的仆人偏差到这样。可是呢，当彼得和约翰这些使徒们，他们出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大祭司更生气了，更受不了了。好，这个耶稣已经让他很头痛了。现在呢，耶稣变成12个门徒，好，到处都在医病，到处都在赶鬼。好，这个大祭司整个快要抓狂，他心中的那个恨啊，仇恨值越来越高。他的那个眼睛的火呢，火冒三丈。可是呢，你可以看到大祭司满心记恨，迫害基督徒。对照的是在第6章、第7章的这个人，好，叫做 Stephen， 好，司提反啊，好，司提反，他本来的工作是煮饭的、发便当的。刚才说他们要去照顾寡妇。这个司提反他的工作是送便当的，好，这个 Uber Eats、Foodpanda， 可是呢，他到最后却变成出来传道、做见证，而且在谁的面前做见证呢？就在这个大祭司的面前呢。所以呢，好，在第7章好的第1节开始，好，就是大祭司问：真的有这些事情吗？然后司提反就站起来说了，好，说诸位父老弟兄，请听。这个司提反就在教皇教宗的面前讲了圣经当中《使徒行传》最长的一篇道，比保罗还长。整个第7章好讲到最后53节啊，好，最后53节呢，好，从51节到53节，司提反说：你们就是大祭司这些人，也是印着景象，心呢跟那个没有受割礼，就是外邦人一样不洁净。你们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先知都被你们的祖宗害光光了，死光光了。好，你们就是出卖、杀害上帝的儿子的那个出卖者和凶手啊！好，所以这个送便当的人，好，外送员，
结果呢，他居然在大祭司跟大祭司的面前，在那边指出他的罪，下场是什么呢？就是这张图。好，大祭司听了好，本来就满心记恨了，现在呢，他是完全的爆炸。好，所以呢，好，他就叫人好用石头打死他。你居然敢污蔑好神的仆人，神的大祭司！就当下好，就一堆人好用石头来砸他。有人被石头砸过吗？你觉得他砸他是砸他的手还是砸他的脚？都不是，砸他的头啊，直接往他的头好就砸下去啊。所以司提反呢，好大概不用20秒，好他大概就没气了，好他整个头脑浆什么都爆开，好当下就在上帝的面前，好真的就安息主怀。可是呢，他留下的每一字每一句话，好大家不会再记得，好他是一个外送员，他是一个送便当的人，好是一个在厨房里面打菜的人，而会记得他是为了上帝的道，他是一个勇敢的传福音。是一个行善的人啊，行善的人，所以我们要在行善上卓越。哪怕今天你是开灯关灯，好，哪怕你在夏令营当中的服事，好，只是很简单的帮小朋友收拾桌椅、收拾餐桌、帮他洗碗筷，但是你只要把小事上忠心，上帝也会在你的身上来成就。要记得，为什么司提反他会讲这篇的道？他并不是在讲一些新的道，他通通都在讲圣经。司提反都把上帝的话、旧约圣经再讲给大祭司听，在教导大祭司：你们撒都该人圣经读太少了，对上帝要做的事情一点都不了解，讲给他听。哇，他们睁大眼睛听，你是谁啊？你居然懂得比我们还多。结果最后讲到他，居然就是出卖耶稣的凶手。所以我们要在行善上面卓越，我们必须要先洁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腐败的行为，从我们的嘴巴开始，从我们的心开始，从我们的眼睛开始，不要去看那些不好的东西，不要去做这些不好的事情，那些不好的地方应该要保持距离，不要接近。最后，有没有在行善上卓越？我们必须要圣化归主啊！我们一起来读第10章的第10节，请。耶稣基督遵行了上帝的旨意，献上了自己的身体，一举而尽全功，使我们圣化归主。一举怎么样？尽全功。好，这个翻译呢，好，非常的特别。耶稣的一次的举动，一次的行为，竟然好，或是完成了全部的工作，带来全部的功效。哇，这个是所有考生最喜欢的事情。我如果能够一次的复习，就把所有国中3年、高中3年所有的课业全部都复习完，好，明天就可以去考试了，这多好啊！但是耶稣他做到了，他一次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完成所有的救赎，而结果是什么呢？让我们圣化归主，好，让我们圣化归主。而有一个人，就是刚才司提反，好，被打死的时候。被用石头砸他脑袋开花的时候，旁边有没有站一个人？好，就是在右边那个人。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扫罗。扫罗是谁呢？就是后来去传福音的保罗。保罗本来是跟大祭司是一伙的，好，他也是很痛恨基督徒。虽然他不是撒都该人，可是呢，好，他也很受不了这些基督徒。可是保罗呢？好，他居然好，本来是迫害基督徒的，可是，在使徒行传的第8章，好，这时候呢，扫罗好，他看到司提反死了，他还是很生气。好，他还有那么多的使徒在那边传福音，好，在那边玷污上帝的道理，所以他就主动说，好，跟大祭司说，我要去捉拿这些的基督徒，把他们通通抓起来关哦。好，所以这个扫罗啊。好，他非常的有热忱哦，好，大有热忱，所以呢，他就写了一封信，好，跟他就去见大祭司，说，请给我一张好公文，让我带着这张公文，好，我就可以下令，好，我可以去各个地方，好，去捉拿基督徒，好，只要是看到基督徒在聚会的，我就把他们抓来耶路撒冷，好，然后呢，就送到公会。
如果他们敢再跟司提反一样，好讲这个话，你们当下好每个人就可以用石头把他砸死啊！好，所以扫罗说：“我自愿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他一路追到哪里去呢？从耶路撒冷往北，好，一直往北，再往北，北到哪里呢？好，离开迦南地，要去到大马士革，好，就是大马色，去到叙利亚的地方，那个是100-200公里外之远啊！好，你看他所有的基督徒能抓的，比耶稣的故乡加利利还要远。可是呢，就在他要去捉拿基督徒的路上呢，因为很多基督徒都赶快跑远远的，好，不要被抓到。可是就有一个大光来照他，对他说：“扫罗，扫罗，你 Why do you persecute me？ 好，你为何迫害我？好，你为什么逼迫我呢？好，扫罗说：你是谁？他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一位耶稣啊！好，耶稣自己亲自来对扫罗来说话，然后呢，扫罗那一天呢，好，他的眼睛就瞎了。”就看不见，上帝呢就派了一个叫亚拿尼亚来为扫罗来祷告。这3天当中，扫罗不能够吃东西，好，他也不能够讲话啊，也不能够看见。可是呢，第3天，上帝就让亚拿尼亚来为他来按手来祷告，就让扫罗他能够重新看见，原来他所迫害的耶稣是一位真正的神。所以扫罗他去经历，所以他就改变他自己。好，所以亚拿尼亚就按手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他的眼睛就有鳞片鱼鳞，好像鳞片一样东西就从他眼球上面就掉下来，好鳞片哦，好，然后呢他就受洗。那一天开始，扫罗就成为基督徒。他一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好，他做什么事情呢？他不是戴太阳眼镜啊，好，那个是鱼鳞啊，好，不是鱼皮，好，因为鱼鳞。鳞片从他眼睛就掉下来。好，那一天呢，圣经说，扫罗他就立刻呢，他就去到会堂。他本来要去会堂抓基督徒，后来呢，他就进到会堂去传扬耶稣，说这位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神的爱子，是弥赛亚。好，然后呢，人家就跟他辩论，可是扫罗他辩论，好，人家讲一句，他辩论2句啊。甚至他驳倒所有住在大马士革的人，所以他真的已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证明了耶稣就是基督啊！好，圣灵就在他的身上。所以呢，这是9章20节。好，扫罗他在他的身上，好，就立刻有了改变。过去他读了很多的圣经，因为他是法利赛人，可是当他相信耶稣之后，这些圣经就在他的头脑里面重新排列组合，就变成一个信息，可以为耶稣来做见证。因为耶稣他一举尽全功，让扫罗的心圣化，全然归于主。所以我们的生命也会像扫罗一样，后面这些故事就见证耶稣是弥赛亚。我们的生命可以像扫罗，也可以像祭司啊。因为在我们改革中500年前，改革中就有3个：唯独圣经、因信称义，还有人人皆祭司啊。好，我们说一次：唯独圣经、因信称义，人人皆祭司。好，如果变成5个的话，就是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啊。好，但是这3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读圣经，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的话。第3个就是我们相信的话，我们要成为一个祭司。好，人人皆祭司啊！所有的相信的人，你就是一个祭司。希伯来书第10章第20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一条通过幔子，就是通过他身体的活路。好，我尽量已经用最简单的方式带大家来看这一卷很难懂的希伯来书。好，但是你只要抓住几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耶稣他像祭司，而我们信耶稣的人也可以成为像祭司一样。而祭司的工作就是要通过圣所的幔子，那个幔子呢，好是遮住好圣所和后面的至圣所，只有大祭司能够通过到后面的至圣所，就是约柜。可是耶稣呢，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就是通过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是哪里呢？好，圣经告诉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所以你要成为祭司，你要通过教会，好，因信称义，通过耶稣的身体。所以你要做祭司的第一步，好，不是在你的学校，不是在你的班上，不是在你的工作的地方，而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我们是透过在教会里面的学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在教会里面的行善，而我们通过了耶稣的身体，开始有像祭司一样的身份，能够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不要每一次教会要请你们做事情的时候，先说牧师1小时多少钱，好，然后呢，牧师好 A 方案、B 方案、C 方案，好，有没有钱？就算没有钱，要不要做？也要做，因为我们是带着祭司的身份，你是带着祭司的身份来做教会的服事，所以不要小看，哪怕是搬椅子，哪怕是扫地，哪怕是扫厕所，但是人人皆祭司，我们是通过耶稣的身体进入了教会，扮演祭司的身份。希伯来书10章24节，我们一起来念：让我们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句话讲起来非常的笼统，但是如果应用在基督的身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就是没有人愿意做的事情，你为了耶稣，我愿意做。即便是再累的事情，但是我是一个祭司，我也愿意去。你知道，当祭司在工作的时候，他要穿一个衣服，叫做什么衣呢？细麻衣。细麻衣，细麻衣，好，就是代表这个布料呢，它是比较刺的，好，它是有麻，好，所以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怎样？就跟着穿纯棉的怎样不一样？那为什么祭司要工作的时候要穿细麻衣？为什么不穿纯棉的就好了？为什么不穿他们习惯的衣服？为什么要穿细麻衣呢？很细的哦，代表说那不是粗麻，它是更细的。所以你可能动一下呢，好，你身上就会很多的这个好痒啊，或是不舒服。他就是在训练每一个祭司，你做任何的动作都要平心静气。好，允其他当过宪兵，好，当宪兵好的操课呢，就是立正站好，好，光敬礼这个动作呢，大概可以敬礼个最久敬礼多久？半个小时，哈，那还太少了。我们以前当兵哈都不止半个小时，光第一课叫你敬礼礼毕，敬礼礼毕，好，他可以跟你玩一整个早上。明天再来一次，一整个早上，好，就是关于这样的动作。因为那时候当兵2年嘛，时间很多啊。好，然后立正稍息，好，蹲下、坐下、趴下、匍匐前进，好，他可以晚上睡觉以前，好，再来环游世界。什么叫做环游世界？就是在通铺每一个通铺爬过去，爬一圈，好。我去入伍的到部队第一个晚上，好，就是环游世界，好，但是很幸运的我没有去爬，好，看到很多人好就在那边环游世界。祭司穿细麻衣，好，就是要他们平心静气，做上帝的工作，绝对不能够心浮气躁，绝对不能够想要赶快完成。好，我看到我们来教会打工的人，好，有几个是想要赶快完成，但是也看到有的几个是平心静气。今天好像没有看到浩宇啊，浩宇有了哦，有在那边。浩宇他扫那个9楼的厕所，好，这个扫到从头湿到脚，好。不过我看浩宇他也很认真啊，好，就是他都没有埋怨，好，然后陈毅泼得他全身都是的时候呢，好，他也没有生气，好。但是呢，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好，因为呢，牧师都派给你们是最难的工作，最没有人要去做的工作，好，扫9楼啊，扫逃生梯啊。好，然后搬这些东西啊，把那些垫子拿出来擦啊，好，那都是比扫厕所还要困难。好，扫厕所简单太多了，好，大概10分钟就结束。可是那些工作其实也是在操练，好，透过那183块，好，让我们可以平心静气，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好为上帝来做事情。所以不管你在做什么样的服事，好，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因为我们要照顾耶稣的身体，就是因信成圣哦。耶稣的身体不是只有在教会，也是在社区。教会设立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夏令营好都是社区的小朋友，好大概一半以上都不是教会来的自己的学生，都是透过教会的关系。其实嘉南教会社区很大，好牧师常常探访的都要去建国路，都要去后站，有时候要去到大有路，好有时候要去到中立平镇。好像今天我们的小组在哪边小组呢？今天我们的小组在彰化小组，嘉南教会的小组要跑去彰化，所以牧师一大早，而且嘉南教会的会友昨天晚上跑去哪里？跑去白河，知道白河在哪里？在台南。好，这也是我们嘉南教会的会友，好，所以牧师也要跑去台南，今天跑去彰化，彰化完之后还在赶回来，好，然后再回来参加周六礼拜。这都是我们的社区，我们要去照顾耶稣基督的身体。好，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记得穿上上帝的细麻衣。好，不要心浮气躁，好，不要做一下东西甩的东西砰起来，然后就不干了。好，如果你去外面上班，你可以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是上帝的祭司，我们就要操练。最后，好，我们要来读10章25节，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却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主的日子快到，你们更应该这样，好，不要停止聚会啊！这个聚会呢，好，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要因信得荣，建立教会很重要的单位。这个嘉南教会的单位呢，并不是49号或33号，嘉南教会的单位就是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聚会。所以耶稣怎么说呢？在地上若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的同在。我在天上的父就必垂听。所以教会的最小的 DNA 和细胞就是聚会。所以聚会最少可以几个人聚会？2个、3个就可以。1个人算不算聚会？所以今天你在线上看 YouTube， 你1个人好，现在牧师有 cue 你了，所以你不是1个人了。好，但是如果你1个人好参加线上的聚会，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人，就是只有你看着 YouTube， 我觉得这个聚会呢，好不是聚会。但是如果好，今天牧师有 cue 你，好，因为我知道你在那个地方，好，或是你们可能外出没有办法参加今天的聚会，但是呢，这就有2、3个人，上帝也跟你、跟我、跟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不要停止聚会，跟旁边说不要停止聚会。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不要放弃了聚会的习惯。牧师真的看太多，很多以前的年轻人，国小主日学、国中班、高中之后，渐渐就没有来，到现在他要来呢，他已经习惯不聚会，意思说他已经失去了教会的那个 DNA， 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最小的单位2、3个人。所以我们祷告会常常结束之前，都会有一个2、3个人一起祷告，因为在那2、3个人祷告当中，上帝就在这2、3个人当中，就在这2、3个人当中，这2、3个人只要他们愿意出去，他们就是教会了，这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让我们把握每一次的聚会，聚会也不一定要很大，20个、30个，2、3个人就是一个聚会，因为这都是祭司，好，人人皆祭司啊。好，我们请敬拜团好，可以来到台上。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好啊，牧师要邀请大家来反省，我们要行善，像是一个志工一样。但是呢，志工，你参加医院的志工，你就是介绍这个医院；你参加教会的志工，你就是在介绍这个教会，在向人来介绍、推荐这个教会的主，不是主任牧师，是主，介绍耶稣基督。如果你是夏令营的志工，你要介绍的就是教会的主宰，向人来介绍他；而在行善上卓越 better， 就是要让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能够认识耶稣。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服侍小朋友，但有时候可能服侍长辈，而祭司的工作就是让人可以认识神。我们可以用行善来容神，好，来益人。他怎么好？容神益人，就是一开始我们所说的，帮我按一下好了。好，用行善来容神益人。
好，我们用这首诗歌好来回应，让我们在今天希伯来书的信息，我们愿意有一个祷告的心，说主啊，帮助我在今年的暑假要开始的时候，让我能够学习圣经的话语，学习耶稣基督，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安息，并且要用上帝的话语来行善，活出行出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不是只有在夏令营这5天，或是夏令营结束夏令营的前面的预备，而是夏令营结束之后，每一次的同学会，每一次的聚会，我都要用最好的来服侍上帝的百姓，上帝的教会。即便你没有参加夏令营，但是有一天你有机会为教会来开灯，为教会来点灯，为教会来捡垃圾，或是为教会拿起扫把来打扫清洁，你都是在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在服侍神。还有上帝要我们聚会2、3个人合一的祷告，跟你身边的人都能够合一，跟每一个人都能够彼此相爱，那你就是神的祭司，就是神的子民，就是上帝国度、上帝家中的人。我邀请你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心，像耀眼的阳光。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心，像耀眼的阳光。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宣告爱使我们，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更大声地说，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当牧师跟你这个年纪的时候，牧师也是非常的害羞，也是非常的内向，甚至跟异性、跟女孩子讲话都不敢。但是因为上帝要我成为一位祭司，上帝要我成为一位服侍他的人，你必须要放下自己心中的坚持，去跟你不敢面对的人
去面对他；不喜欢的人，你要去爱他；不能够原谅、不能够饶恕的人，你要去原谅他，你要去饶恕他。因为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净化我们的良心，洁净我们，除掉这些腐败的行为，让你每个爱人不是带着虚假，也不是有选择的，而是你相信每一个上帝带到你面前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上帝创造他美好的那一面。不论在接下来服事当中、暑假当中，你服事的对象，你关怀的对象，不论他可爱，不论他不可爱，不论他很听话，或是他很调皮，当你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上帝所要使用的人。因为连扫罗用石头在陷害、在打死基督徒的人，上帝都使用他了，更何况我们眼前的人呢？有时候你可能跟家里面的父母亲、跟孩子、跟弟兄姐妹吵架，但是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再坚持自己的固执。你愿意成为一个祭司，家中第一个祭司，把上帝的祭坛带到你的家中，让你的家中能够有和睦、有饶恕、有原谅、有祝福。你是一个行动的祭司，带着行动的祭坛，在任何地方都能够献祭，像是亚伯拉罕一样。当你做到了，上帝要祝福你，就像上帝祝福亚伯拉罕一样，使你身边的人、家中的人、办公室的人、学校的人都要因你来蒙福。所以牧师要邀请你为自己来祷告，告诉上帝说：上帝，我要成为一个祭司，我要成为一个在行善上面更卓越的祭司，帮助我，使用我，让我能够勇敢，能够坚强。我邀请大家闭上眼睛，牧师要带你来祷告。我开口祷告一句的时候，请你这样子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爱我，让我明白我是一位祭司，我要如同耶稣一样的来献祭，我要透过行善来容神益人，我要透过服事帮助人认识神，帮助我在行善的当中能够得到洁净，帮助我在行善当中能够得到洁净，净化我的良心，除去生命腐败的行为。求主耶稣大祭司在我生命当中来成就，求主耶稣大祭司在我生命当中来成就，让我的生命能够圣化，让我的生命能够归主。我是家中的祭司，我是班上的祭司，我是学校的祭司，我是办公室的祭司，我是我社区当中的祭司，我要在每个地方来祷告，在每个地方来筑坛，在每个地方来献祭，让上帝的爱浇灌下来，让上帝的爱充满我所到的地方，让每一个人可能就要更加的认识神，让我的生命能够来荣耀神，使人能够得益处，帮助我在今年的暑假当中勇敢的爱人，勇敢的学习基督，服侍小朋友，服侍长辈，他们都要认识神，我也要更认识神。谢谢主耶稣，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谢谢主耶稣，你如此的拣选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更认识你，并且来服侍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平凡的生命，而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神国度的百姓。让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活出祭司的荣美，让我们每一次的服侍是穿上细麻衣，让我们每一次的服侍是愿意来服侍需要的人，让我们不仅是祭司，也是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愿意停下手边的工作，关心倾听人的需要，在小组的当中，在祷告的当中，更多的纪念彼此，不论是在网络上面的弟兄姐妹，是在我们眼前的弟兄姐妹，或是很久没有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我们要服侍祷告的对象。愿上帝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在今年的暑假当中，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服侍是能够来见证耶稣，能够荣耀基督。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所奉献的，哪怕是微小的1块钱、2块钱，只要我们带着祭司的心态，带着荣耀上帝的心态来服侍、来奉献，就必定要得祝福，必定要被上帝所纪念。愿上帝你的话语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献上我们祷告，献上我们祈求，献上我们敬拜，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你要坐下以前，找3个弟兄姐妹跟他说：我们都是上帝的祭司。找3个，我们都是上帝的祭司。还有1个，我们都是上帝的祭司。最后1个，我们都是上帝的祭司。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是直到永远。我望我的声音，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请起立。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恩主你经由牧师来告诉我们，来提醒我们，主你赐下了你的独生子耶稣，而牺牲的耶稣，使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身体，也有让我们通过了耶稣的身体，人人都成为了祭司。求主你来时刻警惕着我们祭司的身份，使我们能够多多的行善，多多的为人来以行善来荣神益人，使神的荣耀能够传扬到世界各地，使世人看见。那我们现在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奉为主的圣工所用。求主原谅孩子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再一次宣告，哈利路亚！荣耀就主耶稣的荣耀今天降临在这个地方，阿们吗？我们再次赞美他，我们一起来宣告，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
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幕后的，现在正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光明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现在尽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幕后的，现在尽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现在尽在永在的主，现在尽在永在的主，现在尽在永在的君王。用最大掌声献给那现在正在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所以哈利路亚意思就是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赞美耶和华很多的方式，好，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我们的内心，从我们心中来赞美神，来颂赞神。所以每一次当你听到哈利路亚，你的心里面就要马上的阿门。好，什么意思呢？我的心也要来赞美神。好，所以我们来试一次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好，这就是用我们的心来回应，我们要来赞美耶和华。好，所以哈利路亚，阿门。开掌把荣耀归给耶稣。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借着上帝的话，能够进入上帝所预备的安息，并且回应着上帝的话，去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在行善上更加的卓越，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阿门。请坐。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兴小组的副组长，我是恩典。那很高兴看到大家都，感谢主带领大家回家。那大家一起互相跟你左右的兄弟姐妹们互道说，欢迎回家。好，那再来是消息报告的时间。OK， 好，那第一个呢，就是在明天的10点半华语礼拜主日的时候，在这个场地33号新堂有儿童阿嘎培毕业升级典礼。那邀请儿童牧区的师长，然后以及家长们能够一同参与。那在我们的升级典礼过后，那我们后续也有一个我们国中的小组，对，那邀请今年升国一或者是已经是国一的国中的青年们都能够一同参加我们子轩以及心理组长们的牧养的周日国中小组，没错。那小组的地点在702，那欢迎大家一起参与。那再来是呢，我们Passion 迷你青年营，对 ，Hand in Hand 和你牵手。那在我们7月2号到7月11号的晚上8点到10点，啊，对不起，7月7号到7月11号的晚上8点到10点。那我们有一个为夏令营同工举办，然后每晚皆有一个精心设计的活动，那是由我们培选团队设计的。那也欢迎我们家人们能够一同来参与，然后一同关心使牧区与我们的夏令营同工们能够更加的紧密。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培选运动会 Part 2来了，没错。那我们这次这个主题是迦南道馆挑战赛，那一样由我们 Passion 的
由我们培选去组织而成。对，那这个呢，从今日到7月20是我们的报名期限，那名额只有80人。对，那我们对象呢是我们7岁到22岁的青少年。那如果周遭有7岁到22岁的青少年，就邀请他们一同报名。那因为有限制人数，那要报名要快。那我们呢报名的方式是能够向我们的小组长，然后领取一个纸本报名表。那纸本报名表填写完成之后，连同100块一同交给我们小组长。那这个活动呢是在我们8月11号礼拜日的12点40到4点半，4点半，没错，的新堂33号2楼。好，那欢迎大家一同参与。好，换我。好，我们给恩典一个掌声，好不好？他今天第一次报告得非常好，非常精彩哦。好，那上面那个活动，记得大家一起来参加，知道吗？道馆挑战赛，就是神奇宝贝道馆挑战赛，设计的非常精美，拜托大家来参加。7岁到22岁。好，那我来报告一下这个社青读经营的部分。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年龄层是邀请社青的来参加，那它的时间是10月18到20号，约大概2天的时间。那这次的读经的是读以弗所书，那我们会用这2天的时间呢，把以弗所书可能会读完或读部分，不过应该是读完啦，因为以弗所书就六章而已。对，那重点是呢，我们不是单只是去那个地方读经。那营会方也会请对于以弗所书非常专业的一些讲师，像去年是读传道书，那就请了一个研读传道书的博士，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研读。去年是传道书，那今年就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研读以弗所书。那重点是呢，你可以用2天的时间，在新读圣经书院这么美好的地方，这么的就是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他们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落地窗的建筑物，那个地方放空2天，然后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如果你是社青的话呢，邀请你参加今年的社青读经营不一样。那报名的话找我 ，OK 吗？好，然后再来传说对决，这个我们推广了好久。这个今年是办在中立长老教会，那今年办的是第2届，那主要呢，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营会呢，可以生命清灵，然后遇见神，然后可以成为合神使用的器皿，然后经过这营会呢，可以调整你对你的信仰跟你对就是信仰的看法这个样子。那很棒哦，约在中立那个地方，中立教会知道在哪里吗？就在中立的那个火车站出来，那附近有夜市，对不对？对，这个是中立徒步区，然后夜市也很近，对，这个是隐藏的活动，所以邀请大家那2天一起来参加。那住的地方也不错，今年听说去住旅店的样子，对，是很棒的一个地方，然后邀请大家来参加。那它的那个年龄层就是你小6升国中到社青都可以参加。如果你要报名的话，找我哦，一样找我，对，一样找我就报名，对，好，再来下一个。全国大专学生中心迎新活动，来，你在学生时期你有参加过大专中心的举手？哦，好，2位，3位很少，新民跟陈星还有婕妤，对，那大专中心呢又称作长青团契，就是那个长老教会那个长，但是叫长青有点难听，很像是那个就是。长青春痘，对，就是所以就叫长青，对，它就是一样的字。那长青团契是什么呢？就是长青团契在全国148个学校，今年应该比较少，对，148个学校都有设立团契，那就是北中南各地都有团契，在他每周都有聚会的时间。那因为呢，比如说你今年在迦南教会，那你可能到了台南，到了外县市读书，你不可能叫我们吴明元小组长在哪里？对，他每个礼拜给我跑一个县市去关怀每一个人，对不对？这样子，牧师昨天跑了台南，今天跑了彰化，对，牧师是超人，我们没有办法，对，所以就透过呢长老教会各地区的长青团契去牧养。
去牧养、关心各位的身心灵，而且他们也会带各位去当地的教会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在外地读书的青年的同学，欢迎你，就是请你去找那个各地方，基本上每个学校都会有一个长青团契这样子。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来问敏元组长，他有管道可以问到。那如果你家里呢也有那个是大专院校的学生是在外地读书的，也可以欢迎他们去找各地方的长青团契。那他们有 Facebook 呼叫长青总部，里面可以获得很多的资讯。那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营会啊，也很多的活动在这当中。对，这是 Facebook 的活动这样，Facebook 的那个社团这样子。然后就举那个桃园的为例，你看光桃园就有9个团契在这当中。对，中原也有中原，就连我们很近的中原也有中原团契，然后会在每个地方其实都会秀在他们的网站上面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好险，对，所以你如果有，就是你是外县市读书的学生，或者是你有认识的那个在外县市读书的，欢迎他去找长青团契。那如果你是刚升上来，就是你高中要升大学的，那你还不知道怎么去找长青团契的，请你找敏元小组长，他会把你的资料 pass 给那个各地方的长青团契。好，那我报告到这边，接下来换小周。好，那我直接按下一个吗？按下一页。对啊，大家认真看哦。我们也用掌声呢，谢谢这美好的影片。那这支影片其实是青年牧区在6月初的时候，我们去苗栗，然后进行青年牧区同工的退休会。对，那这是退休会，其实就是我们同工，然后从服侍的位置上，然后先休息，然后一起去到比如说有经历一些活动，或是比如说运动，或是在早岛湾岛当中经历神，然后休息，以退为进之后，然后再回来我们的服侍位置上，然后继续建造迦南教会。对，所以这是一个退休会的影片，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也是，那我今天会上来呢，就是我们有个延续的活动，就是我们有在同工群组里面，然后来猜猜，让大家猜猜这支回顾影片是谁剪辑的。好，然后就来事不宜迟，直接公布答案哦。就是等一下会请，就是有猜对的人，然后你们就来台上，然后我们会颁发神秘小礼物。好，那现在念到的有恩典、子君、韦恩、婷莹。好，请你们，好，请这4位上来。对，恭喜你们答对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将掌声呢，谢谢这个名字，谢谢这个这美好的影片。那这支影片其实是青年牧区在6月初的时候，我们去苗栗，然后进行青年牧区同工的退休会。对，那这是退休会的影片，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也是，那我今天会上来呢，就是我们有个延续的活动，就是我们有在同工群组里面，然后来猜猜，让大家猜猜这支回顾影片是谁剪辑的。好，然后就来事不宜迟，直接公布答案哦。就是等一下会请，就是有猜对的人，然后你们就来台上，然后我们会颁发神秘小礼物。好，那现在念到的有恩典、子君、韦恩、婷莹。好，请你们，然后请这4位上来。
好，那你们是会选，你们选的谁？对，是应轩。好，那我们请你们的剪辑师一起上来。好，那我们的神秘小礼物呢，就是跟应轩剪辑师可以一起拍照哦。好，那好，来应轩这边。按点。是不想上来？好，这样小蛋起来的，好了，其实没有那么尴尬，就是没有礼物没有那么烂，就是我们媒体组，不是媒体组有准备精美的小礼物给大家。好，谢谢各位，恭喜你们答对。好，那最后呢，就是我们接到我们的小组时间。那社青的话，今天在新堂吧台旁边小组，然后那学青的话在这边，在舞台左侧。哦，对，这边好，那我们就18去小组喽。